啊，各位聽眾，嗰個在歡迎人到對嚟收聽邊嚟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網絡歡迎人到對嚟講食物件事，所以當今我毛毛菇咧，兩人就啲食咗不斷個 chips，我不得有一數。冇我換了，冇食嘅。嚇冇食啊？我換一個，換一個。阿咩Kokoro啊？咩嚟 Love letter。哦，Kokoro 我想是係你嚟。不，OK，講下嘅。Clorox。好咗。你冇食咩？你食咩 sour cream 啊？同埋你食什麼？我冇食嘅，家點好？Alex 啊，買啊。有。即係禮拜咧，我咪講嘅話，對你是講粿條麵，咪講麵啊，無相看嘅麵啊，麵線、米粉啊，粿條啊，人唐人嘅，還是意大利嘅人嘅啊，還是個人嘅啊，不怎麼樣嘛，無相嘅，我嚟講下，講個嘢先，講個只。佢是個只粿條咧，還是佢是個只麵？麵。有嘢啦。阿麵嘅麵。粿麵，大陸麵。哦，你是個只麵。即係咧，頭晚就是講話是四百九啊。是看蝦米嘅麵哦。若是伊個粿麵，伊個粿色嘅麵，我是第一無熟解啊。哦。你蝦米麵都是解？米粉、米線、Maggi 哦。哦，你無解咧雞水嘅麵，粿嘅麵。伊個螺螄粉本嘢。螺螄粉是米菜包。米菜包。OK，我有冇介紹一個特別嘅，但係我聽到是490，然後個就正嘅咧就是德甲雞，歡迎德甲雞。Hello。嗰個。土雞烹扒歡迎 ，Hello， 然後個有白菜講歡迎 ，Hello， 我當然，那咪即係雞，你是個隻麵哦，還是個隻，佢是個隻麵還是粿條？我是無suka食干那麵，反正特別我食麵時，我是愛摻甲粿條嘅。哦。但我食嘅咧就是粿條麵。粿條湯嘅時候，你叫粿條麵。有炒粿條，乜炒粿條麵啊？sometimes 較有當時是咯，特別炒粿條是 special 淡薄嘅咯，我今日 order 粿條咯。因為粿條伊較油嘛，所以小油嘅炒粿條較淡薄，較無咩小油啦，較無咩較歹食淡薄對我啦。我是個食，我是個食，他是個食粿條，我是個食米做嘅粿，米粉做嘅。仲有河粉啊，大板啊，然後佢是個食白啊，我是個食白嘅粿嘅雞水嘅。毛毛菇做邊啊？冇啊，粿條有飯嘅咩？有米粉甲米做嘅咩？粿條白咪是米做嘅咯。咁粿條有飯嘅咩？冇米咪是米咪是。哦，講啊 ，OK， 粿條甲米，我是講粿條佢有米粉做嘅，甲是米做嘅。我是講佢食粿條河粉啊，你大板你睇你。白嘅啦，白。係啊 ，OK。特別我是食soba喎。soba 冇食。soba 是冇食青色嘅，係。冇啦。伊米冇食啊。你成個 brown 色咧。soba 是雲吞麵咧，日本那雲吞麵。我是用白米做嘅。soba 用白米咩？唔是白米啊，白米。白米。等陣，你講雲吞麵嘅麵，我好開始個食過迄個粿麵，加炒麵嘅麵。毛毛菇嘅麵。雲吞麵
雲吞麵嗰有半喎，雲吞麵嗰有半全金蛋麵全內扒內扒嘅麵，แล้ว加米粉扒嘅麵嗰無相了你就。真係講下，你這是較粗，你這是較透明嘅結來嚇。無伊毋是啊，肯 categorize，伊是講較彈性、較短，甲無短。較短嘅咧，較短就是鴨內扒嘅。鴨內啊？鴨內扒嘅。哦。鹹咯。無，迄個是鹹鴨內啦。Oh my god！鴨內，鴨內，伊個色嘅鴨內，就是色無色嘅鴨內來拍嘅，咧伊較短嘅，較 Q，較 Q，咧伊無雞水味安尼當。咁伊用雞內嘅本是無相嘅。雞內嘅個較 low quality 嘅咯，你食咧伊粉嘅咯，伊袂短嘅咯，袂 Q 嘅咯。但係你板麵，你看你板麵是干那米粉加落地，米粉加雞內，米粉加雞內，炒了都解出來爾誒，出來做嘅，真係用做嘅爾，即個麵。有特別你是講小很做很加出來嚇，伊只準嘅。對，你都愛可以 rest 啫。你係吃穿啫。可以吃穿吹風。講到白，sorry。乜物件？講到板麵啊，我有一個 colleague，伊是印尼人啊。伊想啊，我人馬來西亞嘅麵啊，敢若有板麵爾。你想敢若食香款嘅麵嘅嗬？是咯，伊想我人敢若是有板麵爾，無。哦，特別屬於你來時敢若看到食板麵，敢若板麵嘅。應該是啊，看 KL 加林波較濟是賣板麵爾。KL 較濟板麵咯。但係你算看有相款嘅麵啊、麵線、麵講幾下當講麵咯，燴麵，大條嘅麵咯，大條燴麵。大陸麵，人叫大陸麵咯。有。大條麵。有個咩？燴麵。米粉。米粉是米粉了，無相了。無啦，是講佢哋即佢哋咪講佢哋麵，上是講係麵。咁咪講咖喱料啊，咖喱嘢嚟煮啊，有豆簽，我是個椒。我不是個椒咯，米線、米條。米條，咁我就講錯吧，米條。米條是較鹹，米條是豆漿卜嘅。卜 B B 嘅，伊啥米卜，安尼看特別是白色嘅。喂，你講是粿條嚇？無，唔是粿條，是粿條。咱你講嘅迄個豆簽，伊不是白嘅嘛，白烏嘅嘛，伊定嘅嘛。你是嚟拍嘅咩？我係咩嘛？蛋粉就。glass noodle 蛋粉蛋粉有咩做嘅？蛋粉是定粉做嘅。定粉係咩啊？定粉係咩？燜冰。力豆。我唔知，誒做咧伊個 transparent 嘅。力豆。燜冰。韓國人嘅 glass noodle 係環煮做嘅。環煮嚇，แล้ว個一個是。米太白，同埋講咩？粿條。粿條有分大班、細班，個有大班。咁係你豬腸粉嘅咧？豬腸粉是用乜嘢？豬腸粉本是粿條嚟，特別伊是塊嘅。米切做菜嘅，米切菜嘅。是米切哦。對米切叫水了吹到啲爆掉咁樣。對，豬腸粉。
你種飯愛開嘅是咪開？啊對，啊你一條啦，marshmallow 安尼看呢。咪開你是講嘅人只係咪開，咪開是講嘅人只係。Excuse me。對了。安怎呢？你無講覺得開出來落落嘅咩嚼嚼？我冇叫你咁，我叫你食。無，唔知啦，伊成日食大板嘅嚟看佢大地。無，你個食到伊味素，你包了幾條嗬？伊個物件高袂掉啊，咪就講你食到內面白白粉嘅了。我喺度講人家。OK， 不要緊，無想食，想你食粿條，我食麵。啊，然後個有咩題吧？好煩。佢係垃圾粉嚇。一條。即係叫垃圾粉嘅。唔準。垃圾粉啊！垃圾條。垃圾條。垃圾粉。垃圾粉啊，粉就是成日講白米粉啊，再啊咪叫冇成嘅粉果啊。粉就是成個能講誒，但係你講嘅粉啊，粉粿啊，你講嘅粉粿啊，粉果啊。粉粿，你講嘅粉粿是唔是成日家裡安尼鋪嘢，一邊邊嘅地一地嘅，你看呢？佢哋成個係粿條嚟啊？唔是喎，咱地方話一定是咱嘅嘢，我但係走去安邦有食，我 cut memo 嗰邊有嘅。伊是也會換菜咯，伊是就是粉果，伊一隻一隻成日咱抌安尼看長嘅，特別伊邊邊嘅，成日咱睇到伊迄個一種嘅拍膠牌長長嘅，你知啊？色嚇，伊也去浸，嚇色嚇，咧伊也去浸水，咧伊也去炒喎，哇，真係好食喎，等於無啊，當然全部咧，個有啩？有個，而且 supermarket 唔知都只有有。哦，伊有賣，特別無人煮。啊，無人煮嚇，對。哦。嗰啲叫粉果嚇，我會記嗰啲叫粉果。粉粿。嚇，粉粿嚇。沙拉瓦都有。嚇。沙拉瓦有啊？啊，沙拉瓦有未？嚇，你有冇講到對都講係粿汁咯？粿汁。粿汁咯。我是講粿汁。哦，我本是講食粿汁。拉麵咯。Maggi mee。拉麵啊，擔擔麵咯。擔擔麵。哦，擔擔麵是一種麵係料嘛，就伊麵無上嘅咩？伊麵個是較粗過拉麵嘅。對。拉麵係較油，擔擔麵係較粗淡薄。擔擔麵。伊麵。伊麵就伊麵對，伊麵是煎過嘅。伊麵是生，是伊麵冇叫生麵嘅，生麵啦，生麵啦，好麵麵。誒米粉又去煎過叫咩下咗？食米粉生米粉。炒粿條。生米粉啊？唔是啦，米粉又去煎過啊，淋攞嘅。米粉就去煎過淋攞。米粉又去煎過，又去淋攞。米粉係啊，我講係蛋粉啊。嗱，冇啦，伊是米粉本來，伊是米粉嚟，又去煎過咧。你成日招笑你翻嚟啊？嚇！係你是蛋粉嚟啊，唔是米粉嚟啊，唔是米粉。米粉。蛋粉煎得佢係泡泡誒。米粉煎。米粉都去 test 看等陣。你米粉煎是係啊？係咪？一沙飯嘅事嚟啊！米粉煎咧定定嘅，你蛋粉煎咧佢係泡泡。是啊。OK。你再煮嘛 ？OK， 我叫你煮，你叫我煮。你較想煮嘛，我就冇煮隻話。OK， 我去煎吧。你煎咧好，你幫做 video 嘅時候講啊，報先。OK。你得 experiment 行。嚇，嗰一個你捌聽過喲，雞頸粉。我聽過，我上未見咗。一粒嘅，伊一粒包裝嘅。伊一碗嘅，但咧叫一碗嘅，嚇叫雞頸粉，佢哋是看病是人家食嘅。
那我另外这块饼物件嘛是面线咯，面线是啦，即一支一支嘅啊，一條一百咗一支一支，條北一條紅線啊，老人嘅 brand 嘅對，誒，老人邊食貴哦，甲你講萬二哦，同金哦。我講煮面線一見就被殺啦，個嚟行落去湯嘅問，直頭行落去湯一邊過去。呢個口有你款啊，個咩啊？把你講嘅你面線無像，有一個是炒的，有一個煮的湯的。啊，對，炒是較肥嘅，較 brown 色嘅，較竹綠色。我燒面線，你袂使下落去湯煮的，因為你規個湯個了鹹不了的。哦，鹹。無下迄個preservative 嗰啲大韓粉嘅，都也係鹽嘅大韓粉嘅，所以你就另外殺了。殺過水，殺過水，殺過水。個咩啊？udon嚇。哇，烏冬麵啊，龍鬚麵。龍鬚麵是。龍鬚麵是你看下伊人去食中國嘅餐嘅時啊，伊夾米粉直直拖煮長煮拖煮油嘅啊，像海底撈啊，安尼拍鋼菇你頭前啊拍啊啦，誒，我都知咧，食咧大漢咧，我冇個仔講啊，咱食Maggi 麵啊，特別啊，咱有一個另外一個票叫做咩絲嘅頭，咱知咩票？GINDAN 嚇，對，煎蛋麵啊，咱是我冇你知講煎蛋麵是煮米唔是米索，你叫咩啊？ramen 嘅 noodle 啊 ，ramen is broth 啊。伊是一種 ramen 嘅 broth 叫做煎蛋。我唔知呢，我正正看到一個 cooking show 嘅時間，就哪種嘅即 ramen broth 是叫做煎蛋。我說煎蛋就煎蛋麵咯。我剛才想係煎蛋嘅票是煎蛋嘅，我唔知講是煎蛋是一種嘅湯嚟。哦，所以個有udon，但係講soba咯，yaki 嚇spaghetti 啊 spaghetti 對唔啦 spaghetti 咪是意大利咯 pasta 加了嘅 pasta ，angel hair 伊唔係啦，唔係 angel hair 啦 ，angel hair 要，咱講伊嘅全體啦，一個名，伊是叫咩米？叫粿米、丁米、鐵米。Q 米，意大利麵線，意大利麵條。哦，你食最白嘅咧？哦，最白，最白哦。rigatoni 啊。elbow 食咧，你知唔知 elbow 啊elbow macaroni 啦，叫最白啦。哦，是咩？我想你講。佢個成最白你搭你條領嘅最白咩喎 ？rigatoni。哦，แล้วก็ให้你含卡啊。啊哈，佢啲含卡。你有轉嘅咧？螺絲麵。意大利粿條。Oh, ribbon eh. Ah, EMB deh. Ribbon ni lah. Oh, ha, tio. Tio, kêu boya le. Boya mi. Boya topan. Boya topan. Tio. 我是個食嚟哦。我嗰時食係啲半嘢，一隻一粒嘅。哦，orzo， 唔 risotto， 唔是 risotto， 叫咩啊？orzo 係。半嘢一隻，一是半嚟，唔是半。一做成 shape， 係 B 嘅 shape 呢。嚇 B 嘅 shape。叫咩啊咧？你曉食呢？咦，是 something 我 always confused 個 orzo 個是 orzo。是叫咩？你使講叫 something？
哦，伊这是啥物？等于哪里说？我你是这是 orzo 咩？中国面。哦，真係話可能看。這中國面啥物？你好看？切面啊，刀冷面哦，我看到伊是只快啊，是我看到 YouTube 嘅啊，伊刀 automatic 切，然後你好實。哈，切面那个叫切面，刀削面片，刀蟹面啊，蟹面啊，削面片或者是啊，觀音媽片不對，關廟中刀削關廟medium slice。你只粿條特別邊一條條嘅。嚇！黃師傅就係炒麵咧，都冇講做炒麵，即多麵燒係炒麵啊。佢哋麵卜啦，米卜啊。哦，你叫麵卜啊？佢哋叫麵卜。啲 B 啦，麵卜啊。你上個粿條特別是麵嚟。我唔叫做麵卜嘅喎。伊是麵嚟，伊是麵嚟。咩嚟？雲吞麵。我都去雲吞麵，都介講我愛麵卜，喺度又學到咧。哦，那麵卜麵卜還是炒麵？炒麵。啊，即係講麵卜誒，麵卜是你南方嘅人家叫麵卜呢，人冇叫麵卜誒。北方嘅人叫炒麵，冇叫麵卜。雲吞麵嘅頭。是妹，唔是，伊上個粿條呢，呢炒，伊成日特別你看你炒邊炒呢，呢，嗱使叫炒麵。哦，你特別唔知你乜叫，伊特別到麵伊又冇成，伊有聽叫炒麵，我是嗰隻炒麵伊淡薄較潤淡薄伊較淡薄。係，好食呵，有我是㗎，伊較潤呢淡薄。介紹只啊，乜要抱姐啦，大，好了。雲吞麵唔是跟那烤麵嘅，雲吞麵伊個木係烤伊鵝豆油哦，烤伊接。伊個接伊鵝豆油伊鵝豆油個膠個棒哦，白油泡，白油泡啦，白油泡就叫係啦嚇。佢哋是伊主角啦，唔是伊麵。對，伊麵是 for 伊 texture，然後伊味素是可以醬。可以嚇，伊即係 dressing。今年嘅雲吞麵是係鵝豆油嘅，你可能吉打嘅，你雲吞麵是係攞嘅。哦，我咪即係佢攞一本啊，到底你羅蒂骨誒馬達寮對面。冇。嗰沙拉瓦係白嘛？白是叫無記水麵。無記水麵，無記水麵。白多麵啊？白多麵啊？yang Sarawak是角落麵嘅。哦。角落麵我乜啫？setiap one 嘅雲吞麵咧是係燉嘅，我叫乾拌。係咪嚟係燉啊？係筍。哦，滴筍。滴筍到底伊麵裏面啊？你做時係滴筍喺裏面啊？slice 落去咯，呢啲臭椒味咯，臭椒片。哇！這是臭椒片，太香。誒，特別你 slice 去伊嘅做麵嘅粉裏面啊？你兩張訂出來。slice 落去 with the 哦，到底到面嘅。 with the food 啊。哦，你面是面是香啊？伊面是香啊。嗰個面你看咧，但伊面是較肥淡薄，加上黃面淡薄，特別伊唔是伊無記水味嘅黃面。哦。totally 無食嘅。話伊無記水咧，伊無記水咧，嗬，伊加一個臭椒下面物件，咱去到解咧。伊無伊椒嘅食，一般都會椒嘅味哦。係咯，哇！伊特別只臭椒破咯。先這些沒關係啦，咱過來食OK 啦，未歹啦。咁今日應該冇關係味啊咯。應該是有個setiap one有味，大你Maybank 頭先。大拌麵唔是係乾盤麵嘛？乾盤麵啊。
根本，但係Maybank 嘅，because 佢石碣灣條路嚟嘛。是。Maybank 嘅對面嗰邊，你食啲嘢就炒條白米啊，你知？那石碣灣個真正是驚你咩物件？炒豬米啊！伊米是好食哈。係咪嚟？伊物件佢炒過了吼，伊煮老咁款了，個再嘅佢貴，做隻炒豬米啊，真好食。炒豬米。石碣灣嚟啦，伊是煮淡淡嘅嚇。淡嘅伊物件佢炒過了，個再煮接落去。我舊嗰我就咱只煮個食老嘅。我是個食老本，你怎麼你講你剁麵啊？讓馬達寮對面，伊是用烏豆油攪咧是一個淋螺，就是一淋螺到啲頂面了，一個係雞絲，然後貼雞絲，好食啊！冇估你去 try 看。你是雞絲麵啊？唔是雞絲麵啊，伊是雲吞麵誒，伊是雲吞麵特別有淋螺，特別伊唔使有淋螺，到啲剁麵嘅，伊是河粉，但是你叫河粉，伊淋螺誒，雞絲咯，伊差唔多冇，像咱咪因為是有。叉燒แล้ว有淡薄菜แล้ว是係雞絲幾片咧，แล้ว是到淋螺到啲頂面嚟。你特別伊只有豆油，伊只有豆油到啲底門。都這邊㗎？到啲馬達寮嘅對面嘅布丁骨誒，伊頂到是到啲講咗經嘅，當今一般過去較接去較起，我等你問下邊，較起幾間，伊個幾間店啊？我聽講。幾間店啊？出名啊！即係人嘅嘛。哈！咧伊是我爸學生嘅，定當時我特別對佢去食，特別我唔捌去過這間新嘅，家己一間店嘅我唔捌去過。毛毛菇你去 try 下毛毛菇，好你自家，我是自家食，我無自家食伊個伊個雲吞麵嘅，我自家食伊河粉，我特別去食時，我是叫河粉咧淋螺嘅。伊個雲吞是煎嘅，家庭嘅炸雲吞嚟。OK，我是個椒。會使。喲，我笑臉同樣真係笑。咪笑。嗰一個叫豬粉羹，我想到啦。豬粉羹。即係豆嘅有嘅，伊咁放較豬粉羹個靚嘅。安怎？伊是大豬粉cornflour 嗰啲物件嚟做出來嘅。你咪只轉咯。對，真正準呢。伊也來炒甲雜擺布隆甲豆油泡。豆油泡啥物？豆油泡是白油泡啦，白油泡啦，叫豆油泡啦，伊炒甲遐炸真好食，真出名嘅豬粉羹。你意思你想 clear 呀？clear 嘅對，透明嘅。你咪是想講咱做咱做煮飯飯煮飯薄薄雜雜時。人做迄個一塊迄個淡。我講，但是去巴薩嘅時候，我未曉叫嘛。我俾迄個淡，你按啲就係咪淡？你講嘅是唔是你轉人下你切一塊對嚇。我話講คือค่ะdon't 偷嘅。我聽到啲面接掉就劇了。豬粉羹แล้วก็มีตรงที่有新出嘅brown rice 米粉。brown rice 係米粉。對，伊是哥哥食嘅。แล้ว伊個味素有即係成個 brown rice 嘅味對，成個 brown rice 嘅味嘅對 ，exactly 相，無萬幾啊一包，好貴本啊。我是個 brown rice 嘅味，喂。我未รู้我唔知馬來西亞有無啦。越南嘅店頭頭賣長官賣胡椒你 pork noodle soup 伊 clear noodles 是蝦米嘢？即係 plastic 嘅呢款嘢 clear noodles 伊 clear noodles 伊賣胡椒知無？
有海鲜啊。哈，伊咪是只糖粉咯，炒蛋粉，炒糖粉着，伊糖粉较肥嘅哈。啊，切啊，很长肥肥哦。哈，唔是圆啊。伊唔是圆啊，你講？It is rectangle 嘛。哦。In the block like block size， 唔是 block size 啊。四格啦，四格形啊！四格，你攞頭前看面咧是四格形啦，邊一看咪想長長嘅 rectangle 咯，做咩都咁咯。我唔知係咪一個無像糖粉又，如果係一定嘅糖粉嘅咋？哦，叫越南糖粉。你是叫越南個定嘅糖粉嘅粉？啊！然後咁嘅時候話，嗰個係咪國嘅麵？嗰啲用係咩麵嘅？嗰啲是叫佢哋咯。中國咪是有伊是粉，伊是叫做咩？叫年糕。年糕啊，冇啥，嗰啲年糕加中國嘅年糕。喂，tteokbokki哈。年糕是補嘢咩？但係這種飯係唔是啊？tteokbokki嘛就這種飯，但係唔是伊未開起來是幾條。cylinder。嗰個即係中國只好似係酸辣粉嗰種麵啊，透明長加袂對嘅。你個你想哦，甲淡仔你越南嘅想哦。應該無像，即個只長越南嘅較低。但係對啲plastic 麵啊。plastic。美國咧？美國出係咩麵？美國麵咩？美國嘅麵嘅，乜是別人嘅麵，就唔是美國嘅麵。哦，攏本身本地家己無麵啦。美國無做麵，做burger 呢。哦，干那 burger 呢啦，無麵啦。麵啊，伊麵咪是意大利麵咯，伊就唔是美國都無，唔是本國。啊那。但係我看過樣是做咩？嘅咧Mexican 嘅哦，墨西哥嘅啊，伊嘅伊嘅迄個 tortilla 嚇，但 tortilla 咪成薄餅皮咧，舊咯。你嘅 tortilla 切，做一條，變做一整個喺嚟炒。哦。所以伊是叫roti mi。唔係，Mexican 點食啊？我捌看 YouTube 了，我唔係記著。Mexico 嘅薄餅，敢若薄餅啥？Mexico 薄餅是就一種burrito嘅啊，無像樣只搞嘅米粉㗎，米粉也是用加工做嘅。米粉也是加工，masa 是加工。嘛加工伊是炒嘅，只炒嘅。但係 flavor 總之個有咩 spinach 有tapay siya啊。哦哈，對白洋菜。菜。個係 tomato 嘅味道。一個係咩啊？係咩叫麵 ？burger 麵。我食過咯。burger 麵食過啊。哦，好笑咯。講下，我唔知。冇，伊是ICI 嘅 colleague 嚟，咧伊咪做工咧去開打啦，真係 creative 嗰種，伊呀拉麵，就是拉麵，烏冬麵，咧伊就按照去做，伊做個成個一碟安尼款咗。哦。咧伊度也來做 as a 羅蒂，頭頂一円烏冬麵，一個烏冬麵，下一個烏冬麵，夾一碟吧，咧按食。哦。即係應該是馬來西亞有呢，我講。馬來西亞有呢。有啲人講嘅係咪Maggi 麵去炸了就去煎，先得係一吧。炸了個又去煎，炸不像咩？煎了就去炸。哦。炸了個又去煎了佢炸冇是香啊。冇去煎，冇去煎，炸了未煎。
椰煎啊 pan fried 嗰樣嗬，你又去貴油一擺。哦，再garing佢啦個卡。哇 ，kreatifnya。煎啊。哦。好了，應該米是安尼款嘅。粿條咧，粿條好煩。粿條較好煩啊！你甲一般人講我弟弟係小妹，你甲伊講我人叫粿條，伊人講我人叫河飯，薄薄嘅啊，人嘅粿條薄薄嘅嘛，伊人是叫河飯啲個。哦，人嘅粿條有分種，人嘅粿條有分闊班甲油班，闊班是煮粿條湯，油班是要來炒。啊，好像。咁搖班咧？嚇？你煮大班嘅，炒大班嘅咧？大班咧是另外一個大班啊，係是另外一個 category 了啊。咁但係粿條呢有兩種。啊，我會知，我去巴薩買是巴薩喺度梅到夠咧，煮湯嘅是菜，啊菜喺度也菜，好咯。菜較肥啦，哦菜較油。菜較油啊，菜較油啊，แล้ว煮粿條湯嘅就較薄。啊，較闊咁薄啊，較薄個較闊，啊，較薄個較闊。哦，你解講我嘅炒了過來煮湯。雲南嘛，我雲南叫咩？粿條巴薩。粿條功夫嘅粿條嘅嚟煎嘅。哇！啊，粿條功夫你睇下你。粿條功夫啊，粿條功夫啊。啊，以前呢，一下啊，一下功夫炒好意思。哦，是功夫呀，應該是叫功夫啦。啊，應你雲南貨嘅福建菜夾啊，你講呢啊？哦，你是功夫嚟的，是了功夫啊，應該是功夫炒啊。功夫粿條。我想講意思，你功夫就拍功夫。然後前面叫 B 台吧，嗬，吉隆坡是叫老屎粉。啊。嗰次你是叫米粉啊，一叫米粉。米粉就係咩嚟？米粉上嘅是迄個垃圾條你看你咯。哦。啊。哦。垃圾條嚟米粉。哦，是香的呀，是無香的。香的垃圾條嚟。我所比個比masih do比馬來西亞垃圾粉嚟講，米粉嘅。tapi冇咩香咧。Because 前咧是用 beef 做嘅嘢係嘅嘢嘛 ，and then 你中國人嘅係淡薄係 starch 嘛，佢調滿嚟用。啊，一個菜誒，แล้ว係你無香誒，เรามากินเรา去食係芋頭米粉嘅時，咱使叫你菜米粉嘅就是米粉啊哈，係你叫菜米粉，菜米粉，伊較菜，伊特色嘅菜，แล้ว那時你是叫垃圾粉，你是較骨嘅，nuôi較骨。actually 較肥淡薄碗，佢女較骨較肥淡薄。正美味掉垃圾粉嚟正。你看到香咧啊！你又去有你一種是大，你浸水咧，後碰到啲伊無香嘅味素，無咪夠女嘅。上架啦，你啦，是米粉嘅啦，有啲真係。是哦，所以我當今我做垃圾，我較濟是用米粉嘅，我無用。米粉。我用米粉 ，because 你有你米粉你做。米粉是有 starch， 有個是 starch。我無是解炒炒。炒炒是係咩炒炒？伊 texture 較炒，你知咧垃圾粉是只骨嘅嘛？潤潤啊，是唔是？叫唔是，潤垃圾粉咪是淡薄有 QQ 淡薄，特別你掃嘅時候呢，咕起是骨骨嘅嘛，係你淡薄定淡薄炒炒嘅。你試下你個字是係你個字 starch， 你見是骨骨個字咧個字 starch。就是講上啊，我記得有隻鬼是係你垃圾粉哦，一個字 B 用 B 做嘅無係你
le potato starch ก็是ตัว potato starch 所以伊垃圾煮来起来吼，在硬炖嘅。炖嘅。我講到這物件，我會記我看到迄個即個新加坡人啊，我看 YouTube 嘅新加坡人做嘅炒麵啊、炒粿條啊、炒米粉啊物啦，用炒嘅時哦，人炒嘅時佢就是要炒埋佢燉，用炒剁甲燉嘅了去啊，你知道？yang gia呢，成多呢 cut 我呢嚇，一沉嘅啦，แล้วจะ沉呢，แล้วอันนี้倒落去，所以成個人爆過一配出嚟咯。嗱，要個啦係啊。แล้วไม่炒麵是唔是要炒開攰掉等，然之後剁去吹。是啦。是咯。邊都冇感覺咩白嘅是一啲伊人度炒白嘅就冇炒愛嘛。冇炒粿條。我有食本啊，冇得當。就我嗰時候就知你了。你冇 video 看片啊？粿甲。粿甲，對，粿甲冇講到。粿甲冇講到，你講炒就炒到粿甲了。粿甲，冇講咗你 video 冇去。sorry 嚇。看片嚇。我只係講美國有出 noodle。有咩 ？noodles。美國有出 noodles，egg noodles。egg noodles 啊？egg noodles 係雲吞麵呢？但就我媽有賣啊。哦，對，我知你講啊，伊是淡薄，伊淡薄 QQ，淡薄成個螺絲呢，淡薄歪呢。螺絲淡薄。你好食，我是個食 egg noodles，對。我係是叫美國麵啦，係叫美國麵。美國糯米，美國糯條。特別最短嘅，伊無食長嘅，最短差唔多2-3你想比台北然後呢？成個咧。安尼補一半啊，成個比台北安尼補一半。伊薄薄咧是伊有啥螺絲呢，彎嘅 QQ 呢？對，好似我是個食咧，想煮咧，你嘅嚟殺呢？殺了是 usually 是配。成個有人係這個 soup 裏面，你使chicken noodle soup 是你使係 chicken noodle 這個，你使我สุก食是個嚟沙成個 pasta 呢，แล้ว攬煮係成個 beef stroganoff 古巴嚟夾，然後แล้ว攬落去對面很夾 mushroom 嘅。對，你講想對。OK， 美國麵 ，OK，finally，叮，咪講美國冇麵啊，老人啊，actually 有chicken noodle 嘅 soup 啊，做 fresh 冇有我啱佢做嘅，伊是有內，伊是個人係咧叫咩？但係人講到底加係舊好驚，你叫咩板麵嚇？伊是板麵，伊成個板麵嚟咯，即係 chicken noodle。你使係我講緊想到啊，伊唔是 noodle， 特別是叫你matzo ball 啦，你Jewish 人食嘅 matzo ball，matzo 人就 matzo 是咩 ？matzo 是邊呢？matzo 唔是綠茶。我講過，唔是 matcha， 唔是 matcha，MOTZA。matzo 是伊是成個餅呢咋，伊是無yeast嘅餅啦，所以是成個鹹餅啦，喏。特別伊無膨起來啦，無邊邊嘅呢，然後你夾伊來卡去吹起啊，後來攪水咧是執咗一碗，แล้วเป็น做成糊丸，獨粒嘅糊丸，แล้ว你夾去殺咧，伊變做成煮咗就一食去掉咗一碗，變做成個咧matzo丸咧咯，matzo ball咯。แล้ว是配 chicken soup 為食嘅。你冇食過哦？我是個食，花個哩。想掉。我食哦，伊成個伊 texture 淡薄成個，那往時呢使夾咧，伊將 chicken noodle soup 有當時人是夾咧成個 biscuit 誒dough來煮嘅嘛。你食 biscuit 都嘅去管 dumpling， 佢叫做 dumpling，actually 叫做 dumpling。成個雲吞咯。伊個唔是成個雲吞。
แล้วก็ดับ นี่จะจะปามีแต่ผิดโลหิตกินเลยอ่ะโดยฮะนี่看一波呢，一波呢，good，一下也就叫，然后上，然后哈。OK，โอเคเอาโมล้างพ่อไปล้างเจียเกี่ยวหุ่นจอน哈，เก็บแก้ว结婚什么？เรียบเอง結婚啊，老細國別人知啦，結婚這是阿嬤結婚阿嬤結婚啊嚇。อันนี้ว่าใจagent story อุจเลยตัวเป็นฟิลิปปิโนนูเดอร์สังกาอะไรอุ่นมีฮะเนี่ยเกี่ยวเนี่ยปันซินูเซนตันอ่ะปันซิ是你知ปันซิ是米粉嚟啊，其實เนี่ยอีสังกาอุ่นมีอันนี้คนเนี่ยปันซิ是 actually 炒米粉嚟咋ปันซิ本身我聽看你上外面啲，嗰啲都博過要面。有可能樣變啦，冇想。伊本身是其實本身是當人話啦，本身是變時的，所以成個只ing只準備，成只ing節物件啦，變時只ing節，所以 ready made 啦變時本身咯，你是叫做本身是炒米粉嚟，其實是當人 influence。豆嘅水面哦，豆嘅咩都水面少，冇啦，嗰啲都冇感覺到咖喱嘅物件啦，煮 whatever 物件啦，嗱咪講雲吞麵啦，啊，嗰啲都是放豆嘅，都冇感覺嘅。除了炒河粉個雲吞麵，但是你雲吞麵放豆嘅是咁空咧。垃圾冇係豆嘅，垃圾冇係豆嘅。垃圾有人放豆嘅，我捌食過。你去你 website complain 哦，豆嘅。冇，我冇在我邊度。去 website complain 係豆嘅。有人去甲一個，我有一擺去買炒粿條。你個安迪，我炒粿條，但係我買粿條，我有啲愛落豆嘅，我豆嘅㗎了。放雞女look up 哦，我嫌棄咯。我們想啊，我是食炒粿條，我們是豆嘅，粿條較少係較隻豆嘅。哇！唔使炒上色特別。佢買炒上色啊？炒上色嘅暖冇食。OK。菇菜謝菇菜。我菇菜即係我豆嘅味，我一條我幫佢都經出嚟。哦，你未做冇嗰隻豆嘅？你係我未食豆嘅。做咩事啊 ？High five。佢一抽青啊！一咩隻？一 high five 嘅一夾400味，咩冇嗰隻豆嘅？我真無暑假食豆嘅。美怪咯，拉沙條豆嘅，特落不有啦，人哋都冇暑假食嘅時候，都感覺到只是基本會係豆嘅。喂，只係後生家就啊，個了是食物件一拍一豆嘅，到底碗入邊一拍掉一條，你經出嚟嘅了。耶！阿大驚，一樣冇食誒豆嘅拍掉誒，你一條掉到叮叮當當成個燈誒，到底碗入邊啊！我唔會得吸絲啦，我叫 Alex 都教我經介咗起來。你好命嘛？好味，好食咩？冇好食。我食過隻豆嘅，你有食過隻炒豆嘅，鹹糊炒豆嘅。好食。沙咩使嗬？沙豆嘅係鹹糊好油。哇！我無感覺，因為味素臭臭呢。臭車啦，臭臭是腐敗㗎，臭臭。臭車嚇，有哪有臭車咯？你就是未曉食人，咪是講臭車咯；會曉食人，咪是講烹豆嘅咯。我食個炒，我食個豆嘅個咖喱嗰個 texture 個好食。Hello。咖喱個最淡薄，我咧爆咗是。哇！咖喱。哇 ！Creep。特別好豆嘅呢，但是你有煮過咧臭車咩？你冇煮嘅個臭車。我想本嚟，伊無啲啊，係你白白位，我同你講，哇！你加落去，實夾咗一邊，你講出嚟。對啦，乜嘢？我食大豆嘅。哦嚇，大豆嘅。哦。
I think 你是食到多食到白殺呀，食到嘅時候食白殺。轉時間了，個人合作真貴啦。冇，都爆到夾抓啦。如果我見我咁樣食曱甴啊！呀，你咁樣食曱甴佢食豆嘅啊？啊！喲，誒，做咩事？你細漢下條破蛋係定到細漢時？係咪？你做咩事？細漢時就下條破蛋成咗紅嘅唔該食豆嘅。豆嘅掉，豆嘅掉。你細漢破蛋係？你細漢就冇食嘅。我是冇，我係我係厝人是有講細漢時是學我學我食豆嘅，伊人驚我袂消化，消化，所以有可能安尼講我慢慢來無時間食豆嘅。你唔敢食第一味，你無關係食一味素，其實反正唔敢食去。特別食豆嘅味大隻食咩？我細講食英菜味大隻食唔食？菇菜OK 喎。哇！你使食菇菜是等人嘅 floss 嚟啊！所以意思被消化，是菇菜甲被消化的。唔是英菜咩？英菜是冇，你是講更公啊？你是講就係你啊，更公啦嚇，更公。喺你唔是被消化，你播無教嘅啊？是你拖，你掉。大男不是勁咁貴，你無夠貨咧是吞咧是歪劇到哪會等，Q 成個人 Q 你夾一支出來啫 ，Q 一支你影晒出來。我唔是，講我特別咧，我啲我細會喎。哦，細出嚟。你 Q 佢掉啊！哎呀，是。啊是哦，啊你講是哦啊。哦，你錄影成無播咯，你。就係喎，我實在係講更公嘅啦，了豆嘅是唔發 try 過啦，阿爸係 inspection 看。伊頭豆嘅頭佢拖出嚟。冇你 try to 吞嗰啲豆嘅啦，吞落去啊，一放曬冇時豆嘅出嚟。我都冇食豆嘅了咯。吞都冇爆啲咩？你冇爆啲咩嘢？啊，冇爆到伊啦。OK，未啲條盤啊。OK，咱想看把你，我陣米啦，糯米條，可能米較濟是亞洲嘅國家較濟哦。我知有一個最近真流行嘅，for 嗰啲 keto diet 啦，shiratake。哦 ，mushroom。唔是shiratake，係 shiratake noodle，佢用 project yan 做嘅。哦。project yan 做嘅。啊，伊無吸嘅。哦，好食啊。無味道啊，我就講。透明嘅咯，伊上個 transparent 淡薄咯。你幾多人使食番薯？幾多人咪使食吸嘅？你食撈番薯咧？幾多人食？番薯未使 ，I don't think 嘅，是 starch 嘛。嗰陣是shiratake noodles。是用 seaweed 咧，佢浸淡薄你就唔知應該係 conjack yam 啊，我唔知係咪啊 conjack yam。即係講咩條？誒，特別 OK，咱講嘅 dish 是啊，咱嘅米會使煮落一項物件無相款嘅啦。哇！淋米哦。淋米。laksa 條都 laksa。淋米咪煮燴米，咱講燴米，淋米咯，淋米咪是煮燴米咯。咱咖喱米、福建米。嚇，咖喱米、福建米、炒米、格陵納米、對。米蘿蔔。嚇，米椒啊對，椒啊米。米海南什麼嚟？米海南是媽媽嘅糯米。哦，我冇食過。
你去妈妈店，阿伯都叫米海南啦，未歹食。哦，伊是成個 mee rebus 呢嚇？伊是黑色嘅嘛？哦，我唔捌食過喎。啊，你去叫米海南未歹食嚇。OK，媽媽會打食。啊，媽媽會嚇。講米嚇，講米。用咱為米煮嘅係咪米嘅咯？經濟米比炒米粉嘅是炒米。哦。巴森波。巴森波係米嘅咩？巴森波。巴森波係米嘅咩？我上邊係米啊。嚇？安子誒，米羅布索。米熱布小你是講？少啦，米椒啊米啦哦。米椒啊。啊。嚇？講米。哈米。哈米。我一老人痴呆症，一下那一瓶。哈米。哈米。哈。米哈米，哈密咪是學劇，邊咧學嘅咪咪叫哈密咯。是啊。哈。米條，唔是米。嗱，四川電巴。米咯。糯米。哇！啊，糯米。啲都米咯。我就都泡米咯，一都放煨米都去。米咯米。米咯米啊！係拗啊！係拗，米咯米係豆嘅。哇 ！My God！呸！我知哦，米咯米係豆嘅。個阿咪一樣可以米加米，咪是。OK 冇咯，一時個白行。白行咧，白行款嘅米嘅咧，炒米線。即係米呢加粿條米粉即三個 big family，伊就是伊加了物件會使 share。有人冇是食垃圾，無放垃圾條，放米，放粿條冇有。加了本是真係 good combination 嚟，無可能都食咖喱米，都講我愛放米條，哦有淡薄深白啦。我係做垃圾係佢接，誒，垃圾我佢接佢接本路可能。啊，係咯，垃圾。Because 是成一時你白粉，白粉。你是白蛇粉嘛？咦，差唔多像嘅嘛。可能咱亞洲，咱這邊 Southeast Asia，咱較會漢 mix 啊，但是你去香港吼，我去食雲吞麵啊。你講你愛帶，人家不來啊，人別曉做，你是愛啦。係啦。啊，香港人是食煮嘢啦，食湯嘢啦，啊，人冇食帶，你講到話鋼鉗就做做嘅啦。啊，所以咱這邊嚇，係咪物件不會參？啊，無阿伯都食龜甲放垃圾啦。Spaghetti放垃圾。哦，日本咧？日本咯。伊成個即個飯啊，叫個咩啊？垃圾伊係啥自助飯嘅款嘅款嘅。垃圾咪嚇。哦。所以咱較 creative 啦，咱較 creative 淡薄嘅。啊對，咱啥粿條湯特別一格嘅粿格湯。哦，龜甲湯冇變成個嗰個國內嘅嗰啲年糕啊，你看咯。誒，同我講啲國內年糕，我是個叫떡볶이。我是個叫떡볶이是伊成日咧煮咧고추장啲고추장亂串就醬嘅呢，還是個叫食一片一片到啲咧清湯嘅嘢。係放係高地好食嘅。會香嘅嘛？係咩嘅？伊 texture，伊做起來是香嘅嘛？係高。哦，你是講一項就醬呀？係啦，意思係放鹹椒醬啦，放係高啦。誒，咯，咪食這種飯嘅咯。係咯，冇食這種飯咯。冇開嘅這種飯。冇開這種飯，就港人啫。港人嘅這種飯。當然係떡볶이是OK啦。
你只迄个一片的，迄个是 Korean 的New Year 的 dishes 啊，哈对。日本nama有日本nama。哦，像啊。差唔多像日本nama本。清汤的，特別我其實家姐一條是很少椒的떡볶이。佢啊日소바去炒啦，捌食過哦。soba炒炒咪是差唔多像個迄個soba yaki 咯，soba yaki咪是炒炒咯。嚇，แล้วก็有雲吞米去炒。炸醬麵咯。麵。哦，炸醬麵。炸醬麵是雲吞米嚟咩？炸醬麵唔是普通燴米啊？燴米本嚟使啊，是嘅拉麵咯。哦，拉麵會使，我是個食麵，我去食你福建麵是啊，我是係Maggi麵嘅，Maggi福建。แล้ว你叫係你叫咩啊？你糯米嘅事你菜嘅蒜頭菜係同埋蒜頭菜落去Maggi麵嘅福建麵好食哦。當時個主要是個只攞沉湯。嚇？叫攞沉湯？福建攞攞沉湯。攞沉湯就是福建麵嘅湯沉攞，我冇試過食嘅，我會結糯米。我嘛講頂次除掉一大攞沉湯咪是福建麵湯係淡薄落去糯米，所以較清佢咯。你冇聽過呀？未使講。我唔怕聽佢。攞沉湯。若是炒粿條參落誒，唔是炒粿條，炒米粉參落誒。炒米粉參落。福建炒。炒米粉參落有啊。即係撞領嘅頭整嘅。Roll 呢邊。撞對嘅頭整嗰時有幾年咯。定到粿條。撞對嘅頭整嘅一大炒米粉湯嘛是出名，就是你可能攞淋攞嘅。แล้ว一學生是買嘅時候，伊是往到無頭前買嘛，你買一包咧是，伊唔是淋嘅攞一支一啖啖咯。แล้ว你食係是亂呢，一攝亂呢，所以有時 grab 起來個了咯，你聽到啦學生啊就無久的。這就是你講的，差別。就是被講毛毛菇講。我未 accept 人去食粿條湯，你甲我講，安弟我買粿條哈，你放Maggi麵好啊？Maggi湯。特別有人食粿麵啦，嚇。粿麵我會 accept，伊講Maggi麵喎。Maggi麵，OK 本來我哦 ，OK。哦，有啲人食我Maggi麵炒咯，炒Maggi麵咯。炒Maggi麵我是個少，攏使食Maggi，無咧，咱個幾多出菜？你叫咧曬Maggi麵啊，嚇！你曬Maggi麵啊，是你炒你杜米蒜頭，還是長頭鏡，了炒嘢是深嘅，你幾款落去就炒，佢咧係拍隻內落去炒，好似日本啊你。哦 ，OK。我看到毛毛菇棒對嚟啊！你看到啊？啊！我聽到你煮嘅聲嘛，你先泡咩煮？I see，阿媽 Alex 泡嘅。你講咩？去腸粉也去煎過。誒，有誒。有。哦，我捌食過。哇！我整只冇個食呢。去腸粉伊個去煎呢，是一個係上咖喱，唔知海鮮 sauce 係咩？好食咯咧。冇開嘅喎。冇開嚇，冇開。熟啲嘅人食。講人食。講嘅人食。嚇。耶 ！high five。high five。係你講一刀你係講人搞。because 即係水冇，伊別使開，人哋都食，伊好食為是伊外口嘅 texture，
你開咧個喺特斯就冇，because 以前你個口就冇加丁就冇，嚇，แล้วอีแล้วเช็ดตอกจิต然後那是幾嚟食，好食你好食。至少擺入去講人一刀搞嚇，講人冇咕咕搞一刀然後呐。咕咕搞一刀，咕咕講一刀，唔要緊。那個係咪？這種飯咖喱麵冇是有，雲吞麵咖喱麵冇是有。嚇？雲吞麵咖喱。咖喱雲吞咖喱雲吞麵有啊 ，KL 興啊。乾撈嘅。乾撈嘅。乾撈嘅，咁咖喱啊？你諗嘢咖喱雞落去咯，有咖喱雞個 potato 個。potato 嚇。係未擺過啊，上咗。有 potato。你成日人食你魔鬼會來雞啦呐？對。就哎呦，我是個只會交杯啊。你 instant pot 煮啦。嚇？哎呀，安怎講聽？上嘅嘛，你都免煮咩啦，你直頭呀。你平時煮飯啊？嚇呢？煮飯也去放你嘅味強粉落去，啊，你辣放淡薄鹽，你倒落去，你 instant pot 啦，為啥煮飯嚇呢嘛？哦，แล้วอีอันจ้อยratio จุ้ย ratio สั่งๆ都做。上嘅煮飯嘅。哦，你唔是就係卡照煮嘅時嘅就煮唔係？你用 instant pot 就免呀，你那是用 normal 就愛。哦，我ไป try 下แล้วเกาหนุ่ย哦เกาหนุ่ย哦เกา instant pot แล้วมาอายุแล้วลูใส่ลู幾時係椰椒啊煮好แล้วก็係椰椒煮好แล้วคุยที่ไรกะหล่ำก็เลยไหลOK แล้วว่าใส่ instant pot ว่าใส่煮หน่อไม้ไก่用 instant pot 煮電視都講過啦嘛。特別我俾煮我盤蛋煮一碗食我煮幾多位？佢薄勁啊！你煮佢薄勁啊！佢薄勁嘅有。แล้ว本時成日你煮飯嘅可能係雞係香菇係咪落去แล้ว你香菇愛 marinate 啦，你買翻你一頭放到無味啦，你 marinate 佢啦。แล้ว特別你煮嘅時做隻煮啊？煮嘅時你放好了，你一頭淋啲頭頂，你就冚咧一頭起車啦。哦，你是講嚇？你煮飯，你煮飯嘛？然後你茄吧落好了嘛？你愛煮飯啊咯，你倒你飯啲頭頂，然後你就冚喺度好了。你倒你飯就啲雞頂面啊？還是倒啲雞？飯啲下飯雞啲頭頂。啲飯話你有水啊嘛？你就愛焗一下嘛？你無焗一下嘛？然後你就愛焗一下水就有雞味嘛？啲煮味就煮過啊，時間淋落去啊？無，都一下煮，你放你煮味好了，你放水好了，你煮味你愛放淡薄 coloring 嘅唔是啊？係淡薄暗暗嚇啊，แล้ว你煮水啊嘛，成日煮飯嘅，係啊，你 marinate 好嘅雞吧，加你 mushroom，加你 ginger，你炒嘅味哦。你用 instant pot 都買炒了，你炒了你味係濃去了。OK，所以你一頭下淡薄水、淡薄味、淡薄豆油、味酸咧，下落去，然後倒你淡仔豉料嘅雞吧，香菇、臘腸下落去嘅了，冚起來。apply 啲頭頂。然後按怎煮啊？按怎訂？Internet 嚟隨帶嘛？免啊，你用煮飯嘅 function 咯。哦。你用煮飯嘅 function。你 rice 會係煮比飯嘅本會啊？伊個較好食，伊 serap 個了，伊味個了，伊味個伊個伊 mushroom 嘅味。你要隨伊嘅 recipe 怎隨啊？糯米雞 recipe。你咪特別知道這水係咪我未曉？唔叫我去隨新北糯米雞。你若是講無鹹辣三，你放你手到這邊。上個人煮飯啦，加你白。對，到這個麥位咯，到這個麥嘅 level，然後你嘅雞位就買有安尼煮水啊，無就是淡薄嘅汁爾啦，安就好啦。特別我是較食個糯嘅。你看話，你莫記咯，去到這邊咯，去到一半咯，未煮慣煮 level 煮慣嘛。我使 test 看啦嗬，若是講你我就想到，哎呦，嗰度吹啊，嗰度做你嗰度淋嗰度輕嘅啲愛，嗰度去吹到都有我線咯。
免做，若是講用 normal rice cooker，你就愛按做啊。你若是講你用 instant pot 就免。哦，我會 try 下。嚇 ，OK，你講只久了，2年啊。我你嘅 Christmas present 也就2年了。對。你 in-law send 你個。我煮別項物件，我無煮煮味本，我買啊伊煮味我無用到2年啊。好。Because 我小個喂，你食過係咩？食過食發啊喂，食發啊喂。有啥物件咩？我都無，我開掉，我看到都冇。係你一隻發啊！呀，無啦，美國咩都有。啊，我同你講啊，即落行嘅，伊都是成係你，就是只係菇嚟發啦。冇是伊都處理佢哋剝嘅嚇，你注意啲啲啊。哦。伊咪結起來，伊起嘅，伊成咪啲剝只個啲起係你啲嚇，成類啊，咪結起來。哦，特別我冚了啊，我燒掉啊，伊個 container。啊，有件事燒掉 OK，燒掉係 OK。特別 the only thing 是燒咧，你燒 away from 係你誒你學食菇啊，係你未燒啊。特別我唔知我冇看到我2年，我特別聽在看。แล้วลอง對我 Instagram 啊，邊咧學嘅 Instagram 佢有時看到我，哎呦我未記 share 啊，我有 live 下我 YouTube 有 live 下，我攏有 check 到。我冇記地，你話記地看啊？有頭先看了有。有啊。我個在行幾好猜。係啦，驚者話。食久啊，點情啊！係啦，我好喎。laksa 冇講laksa 面。laksa 係條laksa 款是嘅嚟做醬嚟咯，laksa 嚟咯。冇啊！啲菜乜不有人嚟炒？我諗嘅係你bamboo 盒，bamboo 盒啊！啊，唔係。唔知。唔知喎。bamboo 盒是用laksa 款做啦，做嘢 noodles 是用laksa 嚟粉啦。你定嘅。啲 bamboo 盒是係古湯嚟。And then 呢，伊上加火呢款呢，特別呢，要嘅係你laksa 嘅料啊，係你正方啊，參加係你薄薄落嘅，你伊湯呢是落嘅。哦，係 carrot 嚟啊 ？carrot 咪就冇看到啦，特別伊是 exactly the same like 火呢款呢，特別伊就只有係正方，加有薄荷，呢伊是即係紅椒落嘅。伊叫 bamboo 盒，你用垃圾表嚟煮嘅。你睇下，即出名本嚟嘛？是咩？我想我唔知過。你見過南店咧，特別人有 order 嘅。bamboo 盒啊？bamboo 盒。安做佢大聲啊！bamboo 盒。老師個隻河粉，安怎嚟看呢河粉？我只是個隻河粉呢嘛，沙河粉。等河。滑蛋河。actually 咱講沙河粉跟滑蛋河是像嘅嘢。冇像。我真冇像。滑蛋河嘅女。滑蛋河是第厲害人家會曉煮嘅。滑蛋河伊愛炒甲伊嘅河粉真啊燒咧嗬，一用梅ขุด哦，一捧一流起來啦，一捧去一啲 plate 位啊嗬，一卡一條車位，一種位，你就捧嚟 serve 好了。啊，你你喺白馬家己邊撈一咕啊，這是叫滑蛋河。有月光河呢？月光河是日種嘅葉，一種嘅葉我唔知係咩葉嚟喎，佢哋一上家唔知係咩葉嚟喎，一放啲下卡有嘢喎，你叫月光河啊。我時候講月光河是係女碗呢。滑蛋河攞分咗未？他早班就是應用。骨女羹。應用什麼數啊？應用什麼？應用是炒米粉。應用是攞嚟參。米粉參米粉參粿條。
哦，滑蛋河啊，滑蛋河是跟那河粉嘅。滑蛋河就咪咪，我聽佢阿毛毛姑講，你看呢，我看大佬吉隆坡街是炒大班嘅喎，但係佢大班不是像粿條呢大嘅，冇嗰隻大，然後落翻呢即係就係大班呢，差唔多攞寸高啊，係咪？你跨，但攞寸跨啊。我唔是 KL 食喎。啊，我 KL 我唔即係我同我都講嘅，特別應該KL 咧滑蛋河咧，我食咧是伊有攞嘅，然後參加用啊，然後佢大咧就他大班就是滑蛋河咧是鵝嘅，然後伊面他就淡薄有頭會大淡薄咧嗬，然後伊攞咧是另外他咧然後藍絲絲。我去這邊這邊食誒香港店食啦吼，我這邊嘅我是叫滑蛋河，一開始是滑蛋海鮮河、蛋蝦球河，睇啲物件啦。我叫唔是乾炒牛河，唔是乾炒牛河，乾炒牛河是另外乾炒牛河，即乾炒牛河無攞嘅嘛。即是滑蛋蝦球河、滑蛋海鮮河，我嗰時係這邊伊個粿條呢，伊河粉啊，伊河粉是。特別誒，伊無成個人，馬來西亞要炒惡惡咁噃誒，你就俾但是你嗌嚟講，你會使叫伊炒嚟特別，我就計特別叫嘅時話講滑蛋蝦球，唔係滑蛋海鮮河炒燶啲，伊就看到舊一字，伊就看到我就知啊，炒燶啲嚇就講 ，because 我suka 食伊個咧灰味誒咧鑊氣啊。because 會食大部分個炒會淡味，然後呢啊，伊個咧有煙嘅味啊。大班淡薄有焦淡薄啦。啊，好食咯，所以我特別幾炒佢較燶淡薄。如果係香港人冇會燶嘅，嚇？花佢哋。就係14個塊，14個塊美金啊！10幾塊。特別海鮮喎，有 scallop 啦，有沙當啦，有蝦啦，有虎巴啦。有攞咩？有攞嚇。香港有攞啊？伊攞咪是有拍內，伊有拍內。無啦，你叫咧無攞是你叫到咧炒，你成個炒咧成個乾炒牛河肯定啊。特別無愛就係你叫滑蛋河，你嗰邊有呢條？我這邊冇啦，我這裡牛絲都有。我這冇，特別我記得咧食特包飯，唔係，你不是特別。特別要叫滑蛋河咩？叫滑蛋河就是伊滑蛋嘅 sauce 就是攞尋內嘅。你諗到啲乾炒牛河是大班炒豆油嘅呢是。特當叫未叫有食嘅，特當大概講帶啲汁啊。哦，無香，你特別嘅，你叫你就是叫滑蛋河咧，就是有汁嘅。你滑蛋特別有汁呢個誒，特別唔是特別貴。乾炒牛河佢較common咯。較濟有是炒乾炒牛，我想咪炒粿條很多乾炒牛河，豆嘅。你咪叫你來嚇，你來正下，那時我無地嚟講，你叫我坐去，我無地嚟講，你去香港 star 咧叫乾炒牛河，唔是滑蛋河，滑蛋蝦啊海鮮河，好似哦，Hong Kong star。我見到都記得啦。哈哈，正正。哎呦，你來幾日會好食？然後四川佢幾日經四川菜，老人入邊有幾間本隻台灣嘅人嘅，一煮淡薄像有咧伊個咧滷肉飯啊，就好食。台灣嘅。哦。特別我就訂。滷肉飯。伊滷肉飯。你要做咩滷肉飯？我未曉，我煮一半都未有煮啊嘛，就話你講。我做過，做咗半米啊。等陣我翻去啊，到厝我冇煮麵粿條麵，可能物件到厝kan搞煮。你話啥？tapi lu煮laksa？laksa我係米粉啊，佢歪嘅米粉。哦。我做埋啲嚟粉。嚇？
那啲嚟飯咧？咖喱米飯啊？嚟飯。哦，米飯我冇，我比較少。伊面呢？你邊會冇咩？伊面有啊，伊面有啊。伊面往正個攤食店會攤食，伊咪是夾咧外面夾嚟煎過，啊，淋落 Bruce 個食 Bruce。Bruce 個食咯，Bruce 乾咯嚇。Bruce 個食。阿咪。有時咧個肥煎嘅嚟炸。啊，對，正日伊較肥咪較錯。特別 Bruce 個食係咪水？伊不是個食暖咪。So why is this on at 4:45? 你知這人現在 comments why is this on at 4:45? 哦，已經不就4:45啦。了到伊不是個食，伊是個食較有 texture 嘅面，伊不是個食成個落沙。嚼勁啊！嚇，伊有成有 texture 淡薄有 mouth feel 淡薄。哦，有加啲嘅啦，有你感覺啦。準淡薄嚇，就是個食較薄啲。咁你個就是個食大米咯。大米是安怎？炒米粉炒米咯，唔知是。哦。係啦，新加坡炒米粉啊，大咯，嘛是有迄個通炸掉嘅味道咁樣咯。誒，人講米粉係做一項物件嘛？米粉湯啊，米粉湯、炒米粉、Kerabu 米粉、新加坡米粉。我一個都想袂到誒。cheesecake。cheesecake 米粉。我伊 combination 無加外國人，伊是本地。馬來西亞國米粉。沙拉。伊有放鹹，伊個放伊有放鹹，伊個放迄個油糊，嗰個炒迄個浸嘅油糊啦，油糊ing菜嘅，油糊ing菜嘅油糊，錯。伊是乾撈嘅。哎呦，唔捌食過喎。So,去新加坡時都愛 try， 你去新加坡時都愛 try 㗎，新加坡有呢，沙爹米粉。是醬啥沙爹醬呢？嚇？Exactly，沙爹醬。哦，啊，頂有一日人做沙爹嘅時候，因為沙咧米粉夾落落去，沙爹醬啊，好，佢嚟試，好 serve 啦。應該是。然後夾落就托卡個，跳起來個托卡個喊嘛，是。伊喊是安怎會喊？成日食，所以成個人食咖喱麵喊哦。食咖喱嘅，那個放油糊啊。而且未食飯啲嘢，我去搞食係有土豆嘅喎。未擺本啊，未擺本啊。我嗱稍微加食本。米粉就嚟做粉，我諗你粉。米粉嘅嚟做粉，佢會使做粉，有時米粉嘅粉唔是較厚淡薄呀，較肥淡，較寬淡薄。肥米粉咯，伊特別 BB 嘅喎，BB 嘅喎，伊是成個食油嘅粿條呢，粉。叫伊粉，伊粿條是成個彎骨刀呢，因彎一個。一股誒，一股寸。對。然後芋頭米粉。芋頭米粉是錯嘅咯，是。炒米粉油米粉有冬陰米粉。你有做嗰啲 fresh 嘅 Vietnamese 嘅spring roll。你是放米粉咩？是嚟咩？唔是迄個嚟咩？唔是冬粉嚟咩？我真唔係當款係米粉嘅，特別個配淡薄嘅米粉。你嗰時做嘢。spring roll。哦 ，spring roll 係米粉嘅喎，即係嚇。是咩？我三隻有當款嘅喎，一條5塊，你呢貴咯。我第二日走去 supermarket， 我看到伊個 rap 嗬，3塊8幾大包，嗱我去搖下路人看，嗱。這是咩？快點！
我跟佢老講伊個 fresh 嘅啊，when I miss 你是講伊個外口嘅皮啊？伊個口嘅皮，肯一包3塊8，你睇到我去食一條5塊啊，你叻咧！你講嘛？那個就包呢？你睇包係咯包，我是感覺到伊 sauce 加出名咯，伊 sauce 加好食咯，伊 chili sauce。人家印度呢，加海鮮 sauce 參加 peanut butter。peanut butter？對。and then 係淡薄 fish sauce，得啦，點樣？咱薄落地嘅 peanut butter 你必須食啊！對，咱成煮沙爹時，咱咪是唔是煮沙爹嘅醬時，咱咪是用 peanut butter 嘛。peanut butter 對。哦。這是外國人朋友教。OK， 快啲 fish sauce fish sauce peanut butter 加海鮮 sauce 對。係咪海鮮 sauce 啊？海鮮 sauce。你咁記海鮮 sauce。哦 ，OK。海鮮 sauce 其實係咩啊？海鮮 sauce กับ plum sauce 都像哦。oyster sauce 哦。冇意思叫做海鮮 sauce 喎，這邊海鮮 sauce 唔是人成日食點心嘅時食嘅地醬。是哦。咱美國食甜醬嘅，唔是馬來西亞嘅，係你做呢種款甜醬嚇，無相嚇。哦。咱去食點心，馬來西亞食點心嘅時，伊咪是有一個 chili sauce 一個地醬嘅咯，是唔是？係你嚟？係你是海鮮 sauce 啊？紅色啊 ，red colour 啊。不，伊上個伊淡薄上個歐油嘅味，特別伊唔是歐油吉辣嘛，伊是上個搓呢。哦。你咁嘅都去除啦，有味啦，你咁。伊是叫做海鮮嘅海鮮 sauce。海鮮醬啊，伊是海鮮醬。特別冇海鮮嘅話，入面。OK，我就是想講，呀，normal 嘅 chili sauce 放淡薄錯落去就變了。冇嚇。冇伊冇有哪種，就是有哪種？fried 咧是在參藤參胡蘿。get 啦，酒精 lime。哦。係你是 for fried 嘅。for fried 嘅啦。係你是食咧本嘅是係。OK，你裏邊包係咩？包米粉或包蛋粉？米粉。包米粉。OK，然後包白。包蝦還是叉燒？豆嘅？蝦。哦，蝦 ，OK， 叉燒哦蝦。你豆嘅有豆嘅。有豆嘅裏面 carrot， 伊 carrot 是四句咧 carrot。唔是地盤啊，唔是地盤啊。地盤有。and then 有嘅是係薄荷。面沙啊。加辣沙葉咪全流啊，係一啲人會。垃圾葉係咩？垃圾葉是正康啊。正康是垃圾葉啊。正康是 basil 嚇。唔是 ，Vietnamese coriander。Vietnamese coriander，OK， 使，好。正康，好似我哋正康。正康，我真係煮辣晒。正康咪。對。哦。係你個啲啦，冇下咪你會個隻錯啊，你個感覺大啊。舊咧。對個啲啊，對個啲啊，係你咯，好啊。豆嘅就有咯，有啲有，你冇隻豆嘅就參咯。我買翻豆嘅。我買翻豆嘅。係地盤嘅 carrot 嘅字咯。地盤嘅 carrot，OK， 好，會使。講話仔。你出嚟。要教我講 Daddy times up。OK。Sabar，mau gugu lah ya ASMR。咩嘅？mau gugu ASMR cooking show lah ya。哦，gua lama bobnya。使。OK， 感謝粿條麵即話題講個平成啊嚇。阿仔，你是個食粿條是個食麵？
哦，OK OK，你可以แปลว่าอะไรโดยแล้วแล้วขอจะรู้เบ้ขออีจะมันหูเลยแล้วก็หาซีด้วยเหรอ我今年我唔敢幫你講啊。攞學掉，就學掉。按照看你怎辦？伊會怎辦？伊個結果，伊家己加伊個刷，還是加伊個洗？伊個，所以伊入去房嘅時候，到底刷位，然後伊咪是過咗7分鐘，即我洗19分鐘，然後伊度。咪是 glam 嘅咯，然後咪是加有哪加嘅時咧，伊會刷無用嘅，你前期嘅刷伊度接起成隻架攞呢燒掉兩邊，然後伊有洗嘅時就咪是一伊度搭背掉咧，是架攞落去一啲坑位，然後是看你個架到對嘅時，伊刷個倒出來，到對伊就係平去，然後是伊特到用一陣板度食前期嘅攞一陣板，免打工了洗就。哇，automation 嘅真係 automatic 嘅。你幫有幾多？你幫幾幾多嘅刷喺那邊？一包冇夠。冇夠嚇！伊有一個線，伊互你看到一個線，講你要行個樂觀咯。哦。伊入去時伊立條線啦，伊行到啲南邊，然後放咧出來咧是慢慢加咯。一定到有誒，這是第二個新嘅，一新嘅，較新啦，較大個。然後伊我驚講你上差唔多要歹啊，我就驚講我歹嘅時，我冇到厝時，驚講伊無通幫洗無清氣嘛。後面伊毋是幫洗無清氣，伊會怎辦無清氣？伊無介意講嗬，伊無除你下咯。對，伊除你下咯。對，我識個就走人咯喂。我會只貴啊，就像是 down 嘅啊 ，North Face 嘅啊，你唔知是伊啊是阿哥綁嘅，定是打是唔知？嚇！伊個搞我冇綁到頭卡喎，伊綁到啲位誒。嚇，拉邊。你對我唔知個情侶佢立掉，冇啦冇。冇，我 video 數只炒，我寫下個5-6刀啊，都伊唔使味嗰個炒。哦，這個古代有哪種呀？聽到哪隻啊？對。OK， 講到這邊先啊嚇，即係話特別，即係禮拜特別，入邊呢老家早起5點幾6點嘅特別入邊呢，就是我人489啦，咁449，然後個有。走起了怎走起？無人走，無人走，我人係自己嘅啦，是就正啊。OK，咁啊走起是貴嘅貴啊，就走起啊條。個有白石講啦，個有迪加基啊，迪加基走來話貴條啊，迪加基鬆哦。แล้ว個有489啦，個有毛毛菇啊。個489啊，普基胖爬，個別使講啊，普基胖爬了別使講，普基更加別使講，對，別使個人講嘛，是個人講，喂普基胖爬。OK， 咁啊，就係下禮拜咧，兩個到底嚟收聽鬼嘅故事真正好聽咧。下禮拜都係聽邏輯，因為落咗燈算邏輯。下禮拜過嚟聽鬼故事，OK， 拜拜。拜拜。